台中市社会主体的政策出现着变化，市长罗秀燕就任无到一年，已经有2个所在的社会主体划停。即摆佫传出上大场的迄个社会主体嘛无爱去咯，市府佫公开来标售迄块土地，底价是34.1亿，结果互外界批评讲，都敢若知影要卖土地。台中市政府是来回应讲，这是咧做土地调整，下伫另外所在起社会主体，社会主体总户数的目标嘛未来改变。台中市推动社会体政策，前市长林佳龙规划15位超过5000户的社会主体，也过新任的市长罗秀燕唔拿陆续有2位法庭，即摆连上一户的3500户北屯太原段的社会体嘛无要起啊，甚至佫公开卖土地。市府标售了社会宅用地，占地11330平，底价34.1亿，换算每平30.1万，比3年前的市价贵了3成。因为这个地府近有其他建案，市政府这个时阵卖土地恐惊会产生卖地炒房地产的顾虑，第三界认为讲可能是灾情的问题。如果有政府的土地，能够作为社宅的用地，这样子是更就是容易来实现。罗秀燕回避这个问题，市政府是强调讲，同一个地段有其他的社会体规划，这是进行土地调整。当地的居民需求度更高，因此我们没有所谓太原段停止的问题，是调整的问题。社会主体政策前后任的市长无共调，虽然社会主体总户数目标无改变，不过市政府卖公有地，选择用租地起社会体，引起各界议论。